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大雅是台湾小麦仔上大的产地，但是每一年拢互鸟仔食掉4成。农民是毋望中央补助经费，而且来列入到农业灾害的保险，他来保障到农友的生活。金门市画面看起来真浪漫，不过看一个真，这个麦啊差不多拢互鸟啊食了去啊，而且是问题愈来愈严重，互农友真无奈。那鸟害变得特别的严重，就每年影响到我们的产量，大概都有接近到2成左右。今年采收期无雨水，百外国庆差不多会使收25万公斤，不过或者的鸟啊食差不多2成到4成，或者农友要靠无目屎。鸟害的话，我们目前就只能用人工，像我们现在会装太阳能的驱鸟器、蜂鸣器，那有时候可能会放个鞭炮啊，然后放一些彩带跟风筝。在3、4冬前，因为寒流，鸟仔拢未飞出来。迄年因果是大丰收，不过最近几年来气候较稳定，鸟仔危害情形真严重。农业局甲农会嘛提出相关的建议，设防鸟网啊等等，嘛希望讲会使列入农业的灾害保险，保障农友的收益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